如果搭完飛機發覺隻腳腫，咁尤其是即係單腳腫唔係兩隻腳腫咧，我特別會擔心，因為我哋擔心係俗稱嘅經濟機艙症候群。咁大家唔好俾個名即係誤解咗，淨係搭飛機先至會發生嘅。其實除咗喺搭飛機，尤其長途飛機之外，如果你喺一啲情況下係長期唔走動嘅，如果喺病床上或者搭長途嘅火車啊，都可以發生。咁個病因係咩事咧？就係下肢嗰個靜脈阻塞，即係嗰個血液循環唔順暢，引致到嗰個下肢佢突然間腫脹。咁呢個情況咧，除咗痛啦，亦都有擔心就係嗰啲血塊有時可能會上去個肺度，引致到肺阻塞嘅。咁呢個係突發性嘅，不過就有少誤解，就唔一定要搭飛機嗰刻發生。咁好多時係可能落咗機之後幾日後都可以發生。如果搭完飛機或者長途嘅旅行發覺隻單腳會腫咗個咧，就要及早要求醫，就唔好掛住玩啦。因為咧呢個問題可大可小，因為個情況可以蔓延、可以惡化嘅，所以咧早啲治療係會預防更嚴重嘅後遺症。